弟兄姊妹平安。今日靈修嘅主題係活出愛嘅生命。經文係哥林多前書13章4至7節。請先一同聆聽今日嘅經文。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，不自誇，不張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，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。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基督徒喺日常嘅生活當中，經常面臨一個核心嘅挑戰，就係點樣能夠活出基督嘅愛，去影響周圍嘅人。今日呢一段靈修嘅經文，被譽為係愛嘅頌歌，唔單係對愛嘅精闢描述，更係基督徒生命嘅核心價值同埋實踐指南。經文第4節講到，愛是恆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；愛是不嫉妒，不自誇，不張狂。保羅喺呢一次經文揭示咗愛嘅真諦。首先強調嘅就係恆久忍耐同恩慈。呢個忍耐唔係短暫嘅容忍，而係持續不斷嘅包容；唔係無奈嘅讓步，而係帶住溫柔嘅恩典。真正嘅愛唔係情緒化嘅衝動，而係意志嘅抉擇，就係決定以神嘅眼光去看待他人，以致我哋喺各樣嘅場景當中能夠活出呢一種愛。喺家庭當中能夠恆久忍耐，喺職場上面能夠流露恩慈，喺教會裏面能夠不嫉妒，不自誇。跟住第5節經文話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處，不輕易發怒，不計算人的惡。保羅喺呢次經文繼續闡釋愛嘅真諦，特別聚焦喺愛點樣影響我哋同他人嘅關係。真正嘅愛引導我哋遠離以自我為中心嘅生活模式，不求自己嘅益處，係呢一次經文嘅核心。喺現今呢個高舉自我權益嘅世代，神嘅愛呼召我哋行出自我保護嘅圍牆，學習基督捨己嘅榜樣。當我哋唔再堅持我第一嘅時候，就能夠喺衝突當中不輕易發怒，喺受傷嘅時候不計算人嘅惡。今日當我哋檢視自己嘅人際關係嘅時候，有冇發現自己過度關注自己嘅權利、自己嘅感受同埋自己嘅利益呢？願聖靈幫助我哋喺家庭、喺職場、喺教會嘅裏面，能夠學習放下自我，活出不求自己益處嘅愛。跟住第6、第7節經文，不喜歡不義，
只喜歡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。喺呢兩節經文當中，保羅揭示咗愛嘅本質。真正嘅愛係建立喺真理嘅根基上，拒絕與罪惡妥協，但卻以恩典擁抱罪人。愛絕對唔係盲目嘅包容，而係不喜歡不義，只喜歡真理。跟住4個凡事描繪出愛喺關係當中嘅實踐，就係包容他人嘅軟弱不足，相信對方生命中嘅良善動機，盼望神喺每一個人身上嘅工作，並且忍耐過程當中嘅艱難同埋不快。呢啲唔係天真嘅樂觀，而係基於對神信實嘅認知。今日呢段經文所描述嘅愛，唔係一啲抽象嘅概念，而係具體嘅生命實踐。從家庭到職場，從教會到社會，每一個場景都係愛嘅試驗場。如果我哋願意去實踐，愛就會好似光穿透黑暗，就會好似鹽去調和呢個世界。弟兄姊妹，願我哋能夠常常默想呢一段愛嘅頌歌，求聖靈將呢一個真理刻入我哋嘅心版，直到愛喺我哋嘅生命當中自然流露，成為基督之愛嘅美好見證。讓我哋一同嘅安靜默想以下嘅幾條問題，願神祝福大家。